加拉太書第6章，兄弟姊妹啊，那係有人一時做唔錯事，你哋屬靈嘅人就愛用溫和嘅方法來挽回佢，你哋自家也愛捨義，驚怕耶穌誘惑，愛分擔重擔，咁樣就係遵行基督嘅命令。此人有才調，事實上冇辦撇嘅人，佢係騙自家聽聽。特赦應該反省本身嘅行為，那係有好行為，佢做得為自家來感覺光榮，總係冇需要同別人嘅成就比較，因為特赦愛開自家嘅擔頭。在基督嘅正途上接受教徒嘅人，應該愛強極交佢嘅先生，同佢分享一切嘅好東西。你哋唔好騙自家，冇人能騙上帝。人種馬嘅，就會屬馬嘅；為到滿足自家嘅情慾來偽裝嘅，佢就會對情慾屬神滅亡；為到愛得到聖靈嘅歡喜來偽裝嘅，佢就會對聖靈屬神永遠嘅生命。挨到行善唔好失志，那麼壞心，時間一到就會有屬神。所以無論乜嘅時節，一有機會，就愛為眾人行善，對基督在信仰上同屬一家嘅人行卡愛安樣。你哋看，呢道太窄嘅事係我親筆為你哋寫嘅。佢哋親好用外表嘅事情來點老誇口，就係逼你哋接受割禮嘅人。佢哋安樣做，唯一嘅原因就係講為到基督嘅十字架所迫害。事實上，佢哋接受割禮嘅人，連佢哋自家咩冇遵守法律，佢哋逼你哋受割禮，勉強你哋降服外表嘅儀式，目的係愛用安樣來做佢哋嘅誇口。那係我一天冇誇口撇嘅，我只有誇口我到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，因為通過了十字架，對我嘅觀點來看，世界已經當死在十字架上，對了世界來講，我也已經當死在十字架上咧。受割禮也係冇受割禮，兩種冇乜嘅關係。重要嘅係，我哋愛上做先創造嘅人，讓一切遵照了原則嘅人，讓所有屬上帝嘅真以色列民，全部得到平安和憐憫。從今以後，唔好再加添我嘅麻煩，因為我身上嘅傷疾已經證明我係耶穌嘅奴僕。兄弟姊妹啊，讓我哋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常在你哋心內。阿們。